来看顶礼拜五，台北捷运中山站的附近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，造成4个人死亡。今仔早起，台铁嘛接到捷运警察通报，讲有民众预告讲下晡点半要伫捷运抗炸弹攻击。台铁甲捷运的车头全面拢加强戒备，台北市嘛出动320个警察伫捷运来加强维安。上新的消息是，警方有查到发凶害信息的口罩是来自柬埔寨。 警察提前在台北车站大厅来回巡逻，都惊有公安意外可发生。因为台铁接到捷运警察通报，有民众有告自己下晡点半要抗炸弹伫捷运系统内个引爆，台铁公司唔敢大意，已经将对甲捷运系统用站的台铁车站加强戒备，提悬见警率。 今天从台南上来，然后就还是必须要搭交通工具啊，对啊，还是会觉得就是怕怕的。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，随机伤人事件发生了后第一个上班日，捷运系统各路线拢正常，早起6点到8点的分量，维持伫18万人次，甲平常时共款，无明显的差别。下礼拜有跨年等大型活动，会加强演练增加危机应变能力。本公司会结合警察、消防单位，近期举办一场，举办大型的一个演练活动。 在营运时间来举办，来增加我们的危机应变能力。受伤民众内底有一个人是已经通报，佮食药稳定控制艾滋感染者。代志发生时阵，老人互血喷着，不过还未看医生人引卡1922防疫专线咨询。必要时阵，爱伫72点钟内有风险食药来降低艾滋感染的风险。卫福部表示，已经个位数被转介医疗院所进行评估。 这2天以来，大概接了21通的电话，那多数都是担心，那么当然也有这个少数大概几个个位数，那么有投药的情形，预防性投药的情形。 卫福部强调会重新检视社安网，各调整相关政策，另外会避免模糊效应拖开台湾高检署已经成立多多应变小组，执行全国各地方检测署，马上成立防范恐怖攻击应变小组，落实武警通报处置甲宣导等应变的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